Hi，我係 Dr. Jacqueline。今次我哋講下 X 光同超聲波，另外呢兩種常用嘅醫學影像檢查方法啦。X 光咧就好似影相咁樣，去用低劑量嘅輻射穿透身體，喺投射喺底片或者感光板上面。咁主要係觀察一啲密度較高嘅組織，例如骨頭啦，睇下冇骨折或者一啲變形。腹腔嘅我哋都會比較常用於睇有冇腸道異物啦、膀胱石啊，有冇一啲器官結構上面形狀嘅奇怪嘅嘢。超聲波咧就係利用高頻聲波探頭發射聲波，根據個回音喺熒幕上面形成即時嘅影像。咁佢係一個冇輻射、安全嘅一個影像檢測嚟嘅。咁主要睇一啲軟組織嘅內部結構，例如心臟嘅結構啦、心臟嘅肌肉功能啦、血液倒流嘅情況，同埋去協助我哋抽取組織或者抽取液體，咁就唔會怕吉錯地方啦。咁根據我哋嘅病情，我哋有機會選擇兩種檢查方式，咁令到個診斷更加準確嘅。